为着要应应820防重公益日，台南市台湾房屋业者伫咧8月17号的上午，邀请全体同仁用分时段的方式做伙来到小东关会站来捐出热血。嘛，因为前一阵疫情的关系，造成严重欠货，所以透过这摆活动，拄好会用帮会库补入去一寡库存。这一次是我们房仲业的全国联合会它每年的一个捐血活动。那我们台湾房屋特别配合全联会这一个活动来办理捐血。那我们提前了几天本来是8月20号，那我们提前了几天，是因为呢我们血库呢现在呢缺血。那我们也希望呢台湾房屋呢借由这一次的活动来抛砖引玉来让所有的民众呢一起来响应呢这个捐血活动。除了一般的捐血以外，其中有一位店长本身就有固定咧捐血小板，因为捐血要3个月才会当捐一摆，所以蔡店长拢是以2礼拜为一个循环来捐血小板，一档落来拢总是捐大约是200几摆。店长希望用透过安尼的方式来帮助到血癌的患者。我主要捐血小板是因为我们捐全血1年只能捐4次，就捐了1次全血，大概休息3个月。然后捐血小板是2周捐1次，然后可以造福更多，包括像血癌啦、白血病，更多他们病患所需要的。这摆活动除了伫咧小东关会站以外，分别伫咧河尾站、中山站、还有新营站等5个关会站，来提供无同的帮助业者做伙来响应活动。希望透过这摆活动，用小小来减少会库严重欠货的负担。新闻有可能采访报道。